为开拓立委陈廷辉铁人班的生活，由着酷酷姐周玉蔻担任总策划，小编丁轩加李维静共同编写。听看听，非常女力陈廷辉养成记，日前正式发表。13号上午伫台南市议会，有着多位议员女力共同来小听，有资深的议员杜素银、陈秋平、蔡秋兰，另外嘛有年轻的陈碧玉、曾子杰、余祝清加周丽珍，以及家己的小妹陈怡珍，拢现身来小听。这本册内底应该是写他人生从政的过程啦，吼。啊，为什么我讲我对廷辉特别的深刻？就是87年的时阵，吼，伊是选台南市议员，我是选台南县议员。啊，然后呢，廷辉伊做3届的议员，伊就起来冲立委嘛。所以讲起来吼，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你看，爸爸从小的意愿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小公子，他是学巴黎的，学一些比较意识的，但是无同款。虽然政治唔是一种艺术，但是我感觉讲政治比艺术更较重要。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真的非常的多。我对廷辉他侧身的了解不管他对我们选民服务，以及他政治理念的坚持，为了他的那个坚持，我一再说，一位政治除了说有能力要有魄力，还要有效率最主要也是要有魅力啦这些他都兼具到了立委陈廷辉表示，因为受到酷酷姐的鼓励，这本册对记录细汉的成长、助选、到出社会就业，一直到参与政治，对23岁参选议员、担任议员甲立委，一路行来26档的点点滴滴，并且讲出家己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本书最主要是说，因为过去其实太多人都认为，哇，这个陈廷飞在荧幕上，在立法院给人的感觉，跟私底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大家都说你真的是电视上的陈廷飞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他说没有啊，这个私底下跟我们在聊天开杠的陈廷飞是邻家小女孩，可是在这个政治上，在媒体上出现的，还有在我们的立法院所看到的陈廷飞是大家非常信任，而且非常坚持民众的想法理念冲的陈廷飞，而且没有任何退缩，所以他们觉得这两个这个印象差太多了，所以他就说，其实我应该要把我内心的那个小世界写出来。这也是周玉蔻姐，这也是15号他会亲自下来我们的签书会他会直接来表达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我跟他讨论，跟他在聊天的时候聊出来。他说，你完全不一样我在电视上我们常常会同台在这个政论节目同台。他说你怎么会跟我在政论节目所看到陈廷飞不一样？所以他觉得说我应该把你真实的一面写出来。立委陈廷辉感慨地表示，其实政治女力真正无轻松，虽然社会上拢讲两性平权，但还是有固有的传统思想。希望这本新册发表，会用的，互更多人认识无同款的陈廷辉。现场同时还佫预告，10月15将伫台港国小来举办台南头一场的新册发表加签名会，欢迎民众踊跃到场收听政治女力陈廷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